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一只中国籍的快艇，伫昨下晡点外遭过界到金门海域掠鱼，互咱的海巡长着要求检查，也毋过对方拒绝竞选，结果全冰船船员跋落海，咱海巡有救起来4个人，结果有2个人不幸过往，这是引起中国各大办不满。也毋过咱的海巡是强调讲，是对方先遭过界，佮拒绝检查，即马已经报复检方侦办。一只中国籍的船伫海面冰船，海巡人员伫现场拯救落落水的4个中国籍的船员。海巡署提交海巡队24下晡点外，伫金门北平东0.5里的海域进行巡逻勤务时阵，发现一只中国籍的船外界掠鱼，因为这是禁止水域线内，海巡马上进行驱离作业。过程中，对方拒检抓行冰船，4个船员无涉及落水海。就是来越界捕鱼，他们这几天因为海象好。所以在我们富国墩海域啊，在布放有刺网，我们渔民也非常困扰啊，也有几次的报案。4个人拢互海巡救起来，其中2人性命现象稳定，另外2人紧急送往为福部金门病院抢救了后不治。中国国台办表示强烈谴责，讲出台这船只是一只福建渔船，要求台湾马上查明，批评台湾当局用粗残甲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，是地事这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。海巡署发声明指出，中国船越界掠鱼拒检，一切依法救办，已经报请金门地检署检察官上严格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